来看早暗伫咧台北捷运的景安站，这电楼梯是熊熊顶起，害顶悬的民众徛袂在险险啊跋倒。捷运公司表示，这是有一个旅客看到有人强强要倒向遐，毋则煞紧试紧急停机的开关。不过捷运公司嘛提醒大家，若毋是发生这款紧急的状况，乌白去试停机的开关，上当会当罚100万。 警铃声乒乒叫，乘客脚步行较紧的赶紧向顶头行，真侪人去惊到，因为拄啊这个救护梯无有紧规停落来。救护梯突然间停落来，所在是伫台北捷运的中和新路线，25暗8点外，捷运公司了解了讲，并毋是机械故障，是因为景安站内面有乘客坐救护梯时阵，脚步徛无在倒向下，其他旅客看到了，赶紧试紧急停机开关。 不过，熊熊停来，现场的人事先都唔知，差一点就滑倒。按紧急钮一定要大叫，要喊，不然大家就会真的会站不稳，因为你在行动中嘛。因为我们大家站的都有些人就是看手机啊，就会比较危险啊。停下来会很危险啊，停下来它就是大家都会重心不稳啊，一定要扶好，一定要扶好。 这台一个救护梯自地下6楼一直向顶头起立，设有3个停机开关，一抓坐来至少才50秒钟。若是上下班的时阵，人真多，伫咧试开关之前，若无甲大家讲，可能会造成真大影响。每台电扶梯都贴有显眼的紧握扶手、站稳踏阶的黄色标示。使用电扶梯的时候，请留意自身与他人的安全。 台北政府认为讲，这件案件是符合紧急状况，所以其停机开关并无违法。因我也提醒旅客，若普通时无代志随便试，依照大众责任法，会罚1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